喂，嗯，今天你们全家因为我而不开心，那个讨厌鬼，他那个坏脾气啊，明明就是被我们全家宠坏的。女孩子嘛是要宠的。我看这样下去啊，除了阿创以外，没人敢要他了。其实她挺可爱的，听说今天她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，结果被我打乱了，我是应该跟她道歉的。你不开心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我说你有就有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担心。我担心你们会因为我而不开心吗？是不是想问那个静媛是谁啊？我猜她肯定是你的众多前女友之一，让你难以忘怀的那一个吧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并不是很想知道。你的脚印就一走的。只要有你，感觉满是幸福。复仇女神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你能告诉我你今天要干嘛吗？放心，我不会打他的。别做什么幼稚的事情。看到你为我紧张的样子，我好开心。总之，你记住，有乔金帆在的地方，焦点永远会在我乔金帆身上。嗯？嗯。好了，去吧。
各位美女，今天呢，实在是照顾不周，怠慢了。那今天是一对新人的大好日子，我们为他们干一杯，好不好？好。咱们也去看看吧。帅哥，你的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乔家的婚礼，希望各位吃好喝好。来，不要害羞，请随意，大家自便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你怎么弄的？你傻呀你！这是魔术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饭吃吗？只有我想让它塌下来的时候，它才可以塌下来。你才傻不拉几的呢！是啊，只有傻不拉几的傻子才可以创造奇迹。你有没有听到刚才莫凌天说什么？好像真的没听见啊。我敢说，刚刚来看我表演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会听到那个傻子在台上说了什么。是不是？感受到我的魅力没有？但是有一个人呢，他完全听见了莫凌天刚才说的话，而且还能背下来。谁啊？我。你？因为你的一时糊涂，破坏了我们之间的爱情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怎么真的能有玩还有听，还能背下来啊？天才儿童啊！好了，天才大儿童，你要是花点心思在正道上，那该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呀，你别把心思花在摆酒杯上面，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。你在乔氏早就是厉害人物了，哪还轮得到莫凌天呀？这是怎么弄的？你也试一下。你的莫凌天。